大清调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有和美国佩洛西讲电话，讲未来会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中有6年的学生和老师发生冲突，落尾老师就报警察，警察就直接来到学校，把囡仔带去派出所，引起批评。明年初特别落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说特赦家己有犯罪的学生。外国媒体认为讲，安尼新民主党就无立场，搁再批评 Trump 乱用总统的职权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之 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到总统赖清德出访的消息，伊是过境美国夏威夷的第2天，去到美国的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8分钟的致辞，用共赢的未来做题目。伊也指出讲，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甲繁荣的党派。伊正做台湾的总统，有3个使命，包括着维护这国家的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也有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受当地上大一步，但向三星公布盗版报道，用台湾总统为夏威夷开始太平洋之路做标题。如果讲到帅气，赖总统会过境关岛，佮指出这摆牵动美中台关系。赖总统也把过境期间甲美国跨党派好朋友互动。赖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透过视讯，还有透过电话的方式，跟在美国几位好朋友、老朋友进行了对谈。那其中有一位是裴洛西，这通电话其实讲蛮长的，大概是20分钟。那双方因为老朋友互动上，气氛也是温馨融洽的。赖总统过境夏威夷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以共荣的未来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受迫者热烈欢迎，赖总统伫夏威夷第2天到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8分钟闭门致辞，主题是共赢的未来，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甲繁荣的友伴，各甲参加人正式座谈。被问到未来4年或者是8年的愿景，是讲台湾目前上大挑战是中国威胁。作为台湾的总统，伊有3个使命感，包含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加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I expected President Lai will reaffirm his commitment to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and probably a willingnes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 incoming U.S.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Both were pretty tough on China and quite friendly toward Taiwan. We cooperate o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robust trading partners. Interest in Taiwan is growing, as we can tell by today's audience and journalists in the room. 前 AIT 主席莫健甲美国总统川普顶一任任内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拢到场来听，国甲赖总统交流互动。伫夏威夷最后一个行程是去侏罗纪公园金宫拍电影的所在，各地安全部坐越野车，各甲电影道具到伫翕相。赖总统13会去友邦马绍群岛。公司新闻也拜宣彭俊怀美国夏威夷报道。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今仔日指控讲，某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系主任涉嫌长期霸凌学生，也有助理，捌伫咧上课时阵，甲刀啊插伫桌顶，脾气是真歹。就这同学跳出来指控，教育部署长也当场回实咧，也讲会调查清楚。把我话在耳边疯了，不行吗？也是不行。谁叫进来开会的？谁叫开会议的？谁召开会议的？那老师，我们不要错了，我们下次。你现在吵啊！对学生大声喝休，现任的某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系主任，互人指控讲，长期对学生甲助理进行校园或者是职场的霸凌，甚至有捌摕刀插伫咧桌仔顶头，也个不准助理请假去做红下。死皮赖脸还继续赖。小姐，我先确认一下哈，你现在拒绝完成工作是不是？我打完英文的话会被拒绝。没有，我要说完成了才要离开。伫记者会现场，虽然听到是录音的声音，不过有其中一位受害女同学，虽然人已经毕业啊，听到了依然是皮皮喘。民众党团接到几多位受害者电情，质疑学校甲教育部当初对学生的投诉处理无好，才互霸凌的人酷势阁一直安尼死做，甚至被个升做系主任。其实这种事情蛮常态的，我们一周其实每天开会都需要担心老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我有先向教育部
发起投诉，他的回函是请我先向学校的学务处跟教务处去反映，就是全部都是由该名老师进行回复，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立案的调查。这个老师凭什么这样干？学生去外面当防务员，收的钱全部上缴社团给他保管，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啊？教育部是把学生的申诉吃案吗？叫学生自己回去找学校。教育部讲，在109年设计进前，老师对学生不当对待调查处理流程，并无完整的规划。严过也认为，这位老师恐惊已经违反教师法的规定。虽然不构成霸凌，但我们在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教师的行为确实有不当。那也有关经费使用疑义上面，我们后续会遵照教育部的相关指示，移送给相关单位。对于这些受害的学生还有助教，先表达深深的歉意哈，就是我们这样老师的行为确实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请学校召开教评会来做一个严肃的处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也不愿意孩子给这种老师教导。迄当阵已经对系主任进行警告加口头的宣戒，了后就无再接到相关的定情。教育部是重申，所来不管是学校会重新调查，或者是透过教评会来追究老师的责任，拢会严肃的督导。记者综合报道。这条是同款是老师出问题，高雄医学大学有一个姓肖的讲师，和研究生指控讲，伊带学生出国参加研讨会，佮问一个查某学生讲，敢要含伊困钢筋。这个查某学生去申诉了后，学校是有启动调查，也认定这个讲师的行为已经是性事了，也甲伊停职聘请了。突然就传了一个讯息，就是要求说，我可以跟他一起同房。啊，我就觉得有点很错愕啊。没有啦，你太美了，我怕我忍不住，我就觉得哇，这太 over 了。对，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下去。高雄这个 L 小姐指控高医大一名姓肖的讲师，做伊论文指导老师期间，真侪届研究性事了。今年9月，讲师要佮带学生去到韩国釜山参加研讨会，老师佮传讯息问伊讲，敢要困钢一间无？老师讲着讲就很自然啊，就是讲完之后，就站起来，然后就跟我突然就讲到说他跟前女友在床上性事的问题，讲得很露骨，我都不敢去说。那我也是觉得好，那我对这个人我要更小心。L 小姐控诉这款的情形，伫2年来最近本体是烦恼着毕业，唔敢和老师正面冲突。这届逢要求爱带钢筋房，伊也决定无要出席外国研讨会，要求换指导教授也向学校申诉。立宪基金会建议，当着这款宽限性骚扰，第一时间唔通检讨家己，会当保留相关证据向学校申诉。无论如何，当你心里开始有疑问的时候，可能就要先收集证据，不管如何都先留起来再说。去搜寻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跟朋友讨论，因为如果有跟朋友讨论的话，到时候也都可以成为是提告上的证据。当事人申诉了，讲师也是带查某学生出国，学校回应讲，第一时间就知影这件代志，有启动调查，认定这个讲师的行为有性骚扰，停聘该处罚。事件当中牵涉的查某学生，学校已经启动支持甲辅导，确保学业未受到影响。也强调学校无指派当事人带团出国，会积极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间国小，今年3月时阵呢，有一个6年学生，可能是上课时阵和老师发生冲突，引起老师不满。隔天讲，虽然这囡仔有来甲老师会室里，不过老师有关是报警察，这警察就直接来到校园来甲这囡仔带去派出所。市长罗秀燕就批评讲，这学校是无法律观念，也要求教育局就要严办。并且校园传出有警员走入去，甲学生带转来做笔录。今年3月，台中西区这间国小有一位2年学生，疑似伫体育课甲老师有冤家，摕冷烧落肉搭去攻着老师的大腿。去等到学生会室里了后，老师煞坚持报警提告。我今天把小孩送去学校，学校是可以任意的让警察把我的小孩带走吗？他并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就是他没有刺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第二个，他不是现行犯。2位警员出动时穿制服，入去到校园，伫无监护人的陪同之下，甲学生甲老师带回去派出所做笔录。虽然后来老师提告，不过这款的做法，让市长罗秀燕感觉真不满。非常教育示范，不适任的老师，校长领导无方。对不起。毫无法律观念，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子把你们的孩子带走吗？
所以这个事情教育局重办重惩，专案报告好好检讨。校长伫答询的时表示，是警方大主大意甲学生带走。那根据警方进入校园执法机制，除了重大的规案甲紧急事件，警方要进入校园，无论敢有熟悉票，拢需要经过校方的同意。警方坦白讲，确实流程有疏失。第一，我们同仁穿制服进去，在国小已经造成骚动，帮忙沟通，帮忙协调，所以同仁才会第一时间想说先带回派出所。教育局表示，四级的人员会按照规定处罚。那台中市教师会表示，报警是人民的权利，不过这位老师的方式有较无妥当，不过也凸显校方辅导能力甲能力的无够。那法规定得很细。但是法规定的越细，是不是就越没有老师越没有弹性的空间？台中市教师会表示，校内虽然有相辅佐甲辅导老师，不过相对教师属于第二线，建议应该先规范相关的辅导办法，也应该补满辅导甲校安能力的不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7月，这新北市三重埔分局有一名姓黄的警察伊伫咧巡逻单红灯的时阵，互这食毒品的查甫人弄死。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依照毒驾致死等罪嫌，对这姓黄的查甫人提起公诉，专案交予国民法官审理，上当会当判到无期徒刑。嫌犯伫咧发生事故前一暗有食毒品依托米酯、K 他命，还有安非他命。隔当天早起呢，伊就驶车去到三重埔沿路一直飘，搁再弄过红灯，最后是正向弄到伫咧等红灯的警察车，害这姓黄的警察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那警方这部分呢？也抓到卖毒品姓王的嫌犯。同款是一站悲剧，顶个月24呢，这彰化县有一名9岁的查甫囡仔，伊陪伊的爸爸参加公益路跑活动，所一台修路车撞入到比赛车路去弄到这个囡仔，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无回来。这囡仔的爸爸妈妈是认为讲，主办单位和车主拢有责任，也希望这后个马拉松比赛唔通再发生这款的悲剧啊！他死的好冤枉啊！我想帮他讨回这个公道。哪靠哪规日，彰化这对悲伤的爸母要替9岁后生讨公道。为什么会有这？就是因为那台车才会撞到我儿子。为什么会有这出现？爸母一直问是安怎走标的道路会有车，控诉交通管制无确实，互伊的后生互弄死。老爸也质疑肇事的驾驶赛车无专心。对他一直说他没看到，那请问一下，驾驶你到底是在玩手机还是在做手机？这根本就是危险驾驶。顶个月24，彰化一位姓陈的查甫囡仔陪老爸参加公益走标马拉松，走伫老爸后壁，向一只车弄入来，甲伊弄甲重伤，救无回来。提起透早，查甫囡仔的爸母头一届出面，指控主办单位甲肇事驾驶拢有疏失，煞无人要担责任。案家失去这个亲人的痛，我们很抱歉，也积极在检讨。那目前也全面配合警方在做调查，跟积极检讨，协助还原真相。主办单位表示，迄天姓陈的查甫囡仔走伫专门管制车辆的赛道，现场有机动巡视、巡逻车、赛道的护驾人员来维持安全。肇事的车辆弄入来时，交管人员无伫现场，机动巡视无法度全面顾到整体赛道，感觉真歹势。那调查了后，确认有疏失，一定会承担追究责任。查甫囡仔的爸母是呼吁肇事的车主甲主办单位爱勇敢承担错误，也毋通互这款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年发生65件死亡交通事故，其中这职业驾驶牵涉在内就21件。交通大队是认为讲罪行较轻便记点，顶头会造成一寡职业驾驶变加无要义。台北市交通局也讲，已经有发公文予交通部，希望检讨这制度。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表示，执法是最后的手段，目前上该要紧的是赶紧改善道路的环境。台北市公车进前少年所发生交通事故。台北市交通大队统计，今年到今辖区内65件交通死亡事故当中，11月份单月8件，其中7件是职业驾驶。交通大队分析车祸原因之一，是6月开始小罪无记点，和部分职业驾驶无注心，尤其是科技执法无记点的部分。的围罪不举，或者是说我们做科技执法都不列入所谓纪检制，这个就很容易造成我们
驾驶人，不管是我们的一般驾驶人，或者是我们的职业驾驶人，心态上的一些松懈。职业驾驶人他是以营业这种所谓载客为主的行业。他对我们的公共运输的安全应该特别的重视。台北市交通局伫11月2日已经正式发函予交通部，请交通部搁研究驾照管理记点制度，来有效降低职业驾驶人肇事比例。不过安尼做引起职业驾驶的不满，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有可能包含道路设计、车辆顶的问题。若讲拢是这个原因，就是把问题看了伤简单。恢复到违规记点的话，势必一定又会造成社会上的对立。好，这个会增加社会的成本及负担。执法面有很多的手段，我们都希望是放在后面，前面我们该做的硬体建设要把它先做好。好，那我们该有的安全教育要先把它先做好，其他的部分我们会一步一步来进行。成大交通管理学系教授陈永祥分析，若是搁再用记点制度，推测对职业驾驶会有所增加，确实有可能改善肇事率。不过后续需要实证的分析，也需要建立完善的回训制度，改善不良的驾驶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六呢，有民众伫咧高雄坐这77号公车，司机对一个无下安全带的乘客是歹叫，佮该骂垃圾话。客运公司表示讲，因为迄天呢是这司机最后一天上班啊，司机是烦恼这乘客安全，也烦恼讲若准伊来吊伤，司机爱赔钱，甚至是互处罚，伊才会情绪来失控呢。那我们要给乘客多下，叫司机赔钱，这有什么得利啊？司机伫车顶一直骂一个乘客，甚至出现不雅语。有民众11月30日坐高雄77号公车的时阵，就拄到安尼的状况。伊是因为有其他的乘客无下安全带，结果司机烦恼互开罚病乘客。如果比如说规劝很多次，那可能当然会比较容易失控，这确实也是不好的部分。民众认为，若乘客一直讲袂听，会使理解司机的心情，但骂人还是无妥当。客运业者初二出面说明，表示司机进前就因为工作了真辛，要洗头路。迄天拄好是最后一天上班，可能因为安尼情绪失控。有个妇人乘客上车完，然后他先就坐，然后车辆启动完之后，妇人才起身来做刷卡的动作。那驾驶会担心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来产生，导致受伤。交通局表示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但嘛说明坐客运公车同款爱下安全带。若司机口劝了，乘客无听，依道交条例会使对乘客罚1500块。小型车后座乘客未规定系妥安全带，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但营业大客车等代雇驾驶已经告知义务时，乘客仍未系妥安全带，则处罚该名乘客。就算是市区的公车，为着闪其他的车，嘛有可能会急动，无下安全带，就可能因为安尼受伤。为着安全，交通局提醒乘客上车坐好了，一定爱下安全带。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网络顶头千万唔通乱买哦，警方会去巡。台中警方伫咧网络巡逻，发现讲有人伫网络顶头卖这微型的枪炮，顶个月底查到7个民众有去买。这批商品鉴定了后，认定是会伤人的。这7个消费者奉依法上班。啊，那网络顶头这个头家呢，目前是还未抓到。保安局远警执行网络巡逻勤务，发现网络贩卖的微型枪炮，疑为改造枪械。极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衍生暴力犯罪情事，影响治安。经过搜证追查，确认具有杀伤力。保安局立即执行数枪专案扫荡勤务，共计查获7件7人，查扣微型枪炮7台，全部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看起来是亲像古早炮的模型，事实上是会当伤人的改造枪炮。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批货是对中国进口的，已经违法。台中警方伫11月抓到7个消费者，虽然因表示讲这是收藏，唔知影违法，不过警方也依法甲上班，上当会当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要求网络卖场禁止卖相关的产品，也请海关加强查验。
提醒观众朋友千万唔通小贪软家人。最近呢，有一种网情红仔泡泡玛特真流行，也已经变作是诈骗的手法。有人伫咧抖音顶头直播爱民族纳钱来耍游戏，讲有机会会当摕到这泡泡玛特的红仔。警方接到报案，有一个大学生开卖4万块，掠准会当摕到60只的红仔，想袂到这全部拢是诈骗。早早就伫咧门口口，总算等着开门。黑死命走，人下下沉沉，小客小钱就是要抢这项。中国时行的这套米仔品牌泡泡玛特，全球拢咧销，伫台湾也真受欢迎。旗下的辣母母推出的红仔，拢是真受到喜爱。到底有偌像？但是连诈骗集团拢上准泡泡玛特的无限相机。第一次啊，就是说中奖得到10只玩偶，那这个被害人非常开心啊，然后总共进行了6次的游戏啊，那从前后6次游戏汇了将近4万块钱。涉案的口座 PP 调玩馆。伫抖音开直播耍游戏，被害者开钱参与，就是锁定上大奖泡泡玛特的周边商品，开买4万块，得到60只的红仔。等到2个礼拜啊，这个玩偶都还没出来啊，但是呢，对方却已经人间蒸发，那这个被害人才知道诈骗啊。受害的大学生等于是用几百块啊，就买到一只红仔，甲行情是差真济。原底就是冒失啊，虽然唔知影讲是一张骗局，毋过诈骗的形态。唔是干那这一种。你不要晕人家了。警方又搁接到通报，走去银行处理。这个互骗的落入去爱情陷阱，70多岁的富人人，网络交友，对你爱好，差一点交出300万，替假情人投资。国内的诈骗乱象，无论手法外老或者是外新，有缘是满世界。伫政府有效打击进前，民众也干那会当较认真的，家己看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明年1月特别热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伊是宣布特赦伊的后生汉。拜登真正是捌讲过，讲伊袂安尼死来做，毋过即马说讲因囝会互定罪含起诉，这是司法机关选择性办案的结果。因此，行使这总统的特赦权来甲因囝特赦。除了川表示不满以外 ，BBC 顶媒体也认为讲，拜登若准安尼死甲做落去，民主党阵营呢就无立场来批评当年川安怎乱用总统的职权啊。美国总统拜登伫感恩节假期发出书面的声明，一方面重新强调无介入个别司法案件入场，一方面指责司法单位选择性办案，佮点名国会当中的共和党阵营是发起这波司法攻击的撞镜人，强调有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亨特就因为是总统的后生，才会变做司法攻击的目标。不过，到半年前，也就是民主党的阵营也被换掉拜登推贺锦丽选总统进前，拜登是安尼讲的。I'm extremely proud of my son Hunter. He has overcome an addiction. He's one of the brightest, most decent men I know, and I am satisfied that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I said I abide by the jury decision, and I will do that, and I will not pardon him. 亨特涉案的风波要追到2020年大选进前，伊送收的个人电脑，互发现大量私密的资讯，包含食到食到、喙齿起甲看医生，甚至甲未成年的少女有亲密的行为，等未堪你看的相片。惊动外界是一封电子批，并被写出拜登做副总统的期间，家族甲乌克兰能源企业往来的内容。纽约邮报阁因为先独家也出这资料，互并且甲马斯克买落来进前的 Twitter 用散布假消息、影响选情做理由，全面封杀。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司法单位的调查显示，亨特伫逃税期间，生活共款真车样，食赌、开查某，逐项都来。12月16特别宣判刑期的罪名，包含逃税甲非法有枪。也若伫这个时阵，真侪个宣誓无介入司法个案的拜登，选伫礼拜四公布特赦家己的后生。美联社记者指出，川普伫2020年落任进前，特赦真侪牵连各种案件的亲信甲家属。There is a precedent for presidents taking part in power to benefit, family members, people close to them. 美国《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讲，川普甲共和党的阵营几年以来批判司法体系为政治服务，民主党的阵营是相信美国的司法独立。不过，拜登这款做法等于是支持共和党的讲法。
英国的 BBC 也讲，总统行使着社权，等于是介入司法的进程。川普甲未来可能坐大位的人，拢会当放心大胆改变游戏的规则。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来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11月30日的社群平台表示讲，进前金正国家讲无必用这美金，即马是讲要求这金正国家袂当创造新的货币来取代美金。那准无就要甲因扣100%的关税。真正川也甲这加拿大讲要甲因的商品扣25%的关税，随后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赶紧去到佛州见川，而且答应讲因会做好边境的管理。金砖国家伫10月底举行会议，搁再提出创建多边支付金砖之桥的新金融支付平台，得到巴西甲印度等国家的支持。金砖之桥设立的目的，除了保护罗西亚甲盟友袂因为经济制裁受到影响，嘛增强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不过，更重要就是要削弱美国伫全球金融的主导地位。对金砖国家持续企图美金的运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30伫家己的集团创立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顶大文，要求金砖国家承诺袂创造新的专属货币，而且美国原来袂支付任何其他货币代替强大的美金。对于削弱美金，美国拢无插的态度已经结束啊！若做金砖国家坚持要企图美金，伊会对这个国家进口去美国的商品扣100%的关税。那安尼，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进前嘛讲，加拿大若做无法度防止移民甲毒品芬太尼越过边境，伊会对加拿大的进口商品扣25%的关税。总理杜鲁道伫11月29赶紧飞去美国佛州，甲川普做伙食暗顿，佮向川普挂保证，加拿大会加强管控2个中正长佮无设封闭的边界。We told the Americans, we said publicly, we're going to look to procure, for example, additional drones, additional police helicopters. We're going to redeploy personnel. As much as a reassurance exercise, we believe that the border is secure. 根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有75%的商品甲服务拢出口去美国。若做美国加征收关税，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嘛影响加拿大明年的选举结果。加拿大今年1月初的民调显示，选民对杜鲁道政府的无满意度已经达到最高点，所以杜鲁道调集10省的省长讨论川普关税威胁的对策，避免家己所执政的自由党选举失利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中国最近和罗西亚的军机做伙巡航，日本南韩的军机也随进行监控。就学者分析讲，中国和罗西亚伫咧东亚的合作态势真明显，那第一岛链的国家受到威胁，也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英国明年会派航艦去访问新加坡，伫咧太平洋进行新的军事部署。那法国的航艦打击群也会要伫咧印太地区进行部署啊。专家是认为讲，欧美国家当咧强化，要来确保印太地区稳定。F-16战机紧急升空，伫强军无放弃武力反台，佮着改伫台湾周边军演一甲真接扰台，这种画面真接看到。国防部24点钟内查到15台强机、7只强艦伫台海周边活动。中国最近国甲罗西亚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路军机毋但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佮通过日航的对马海峡，互日韩战机升空监控。共军在台湾附近、台海附近的活动，或者是举办军演的同时，那有些时候俄罗斯的舰艇也会在附近没有太远的地方。其实他们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中国甲罗西亚加强伫东亚军事活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传出中国提供有杀伤力的武器予罗西亚，甚至北韩出动军队帮助罗西亚，互欧美国家更加关心印太地区的局势。2024环太军演声势正大，包括美英法拢总29国展现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要为印太和平做出贡献。除了联合军演，英国暗示明年派威尔士青龙号航空母舰访问新加坡，伫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嘛要展开印太部署。Troisième objectif, c'est promouvoir, comme la stratégie française de l'Indo-Pacifique l'a décrite, promouvoir un Indo-Pacifique libre, ouvert et stable dans le cadr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c'est pour ça que nous déployons une force
dans les eaux internationales à cet endroit. 刚开始有这个动作，基本上还是以象征性的意义为主。我想都有一些细节必须协调。不管是未来油料的整补，或者是人员上的一些需求调整。中国扩张军事行动，唔那造成台海、南海局势紧张。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伫访问中国进前，马上发声明指责中国提供武器予罗西亚，帮助对抗乌克兰，威胁欧洲甲印太地区的和平。柯蒂上认为，中国甲欧洲虽然经贸密切，不过当阿拉发生战争，会是毁灭性的影响，也促使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印太地区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贴杯仔选手去参加2024竞技贴杯仔亚洲杯锦标赛，和11个国家将近500位选手做伙来车拼。咱台湾对时间摕到48块金牌、49块金牌和39块铜牌。其中咧全场上届大奖项就是 All Around 个人三加总无分男女的冠军杯，也是咱台湾的洗涤查某囝。沙马包少摕到，而且伊个人呢就共摕到10块金牌。咱的贴杯选手沙马巴少第17回女子组个人赛课5.76秒提冠军了，伫 SOC 女子组个人，佮以1.888秒成功打破家己原本第13、14回女子组保持世界纪录，照伫全场上大奖项个人三加总无分男女冠军杯也摕到冠军。你得到全场的最快的项目，对不对？对，很高。啊，有想到是你吗？没有。长头毛第8届赛德克走十位啦，沙马巴少为头来为小学1年社团选区看到贴杯感觉趣味，连续到即马已经是高中生，也是目前台湾贴杯速度上紧的女子选手。即摆甲队友斗阵伫国际大挑战这项目中，打败韩国队摕到冠军。当下你们自己有想到你们会得上冠军吗？对，我们一上场就想要拿到冠军。即摆咱代表队94个选手飞去马来西亚，甲11个国家都市487个选手拼场，摕48金、49银、甲39铜的好成绩，刷新4项世界纪录。针对年岁上细2个6岁小选手曾武晴甲杜文书，也刷新6岁以下双人赛课世界纪录。选手能够展现他们的团队精神，真的觉得不错。那有一队是特别组，他们能够在这个场合上能够破世界纪录，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协会表示，这个选手尝试要求9位提高升斗阵，伫国际大赛中斗阵愿望，互世界搁一摆看到台湾，也要继续打拼，要去明年伫中国大连的亚锦赛。记者综合报道。洪提名的司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今日去拜会立法院民众党团。另外，立法院今日也举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对这受害者的家属表示讲，有嫌犯5届互判死刑，最近说是该判无期徒刑啊。伊就质疑这大法官敢有法度来解释讲，什么叫做是上严重的罪呢？民众党立委甲大法官被提名人爱手第二，随日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带领着司法局正副院长甲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民众党团。不过，民众党立委嫌讲，因之前发给提名人的文件到即马也未收到。如果法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自己对于法律都没有基本的尊重，那未来是不是适合当大法官的这个职位？我想人民心里会有很多问号。也会依照在法定的时间前会送到各位的手上。立法院也进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学者认为大法官应该具备着独立性的司法机制，愿意听无同意见，无以家己的道德加政治判断为主。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他愿意去听不同的意见。只要有这样子的特质的大法官，值得我们肯定应该也要被选任的。他不是穿着法袍的政客。10年前发生的苏道长女老师被性侵杀害案件，被害人女老师的翁婿张介玲，即便是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参加，对嫌犯5遍被判死刑。不过今年5家经4审转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张介玲正伤心的请大法官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台湾的无期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有期。他的无期其实就是对我们家的无期的痛苦的宣判。请问什么叫做最严重之罪？
大法官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释？我想请我们民进党的朋友将心比心，请赖清德将心比心。你叫我们立法院怎么通过这6位主张废除死刑的大法官提名啊？对于任何被提名人的审查，不意味着他将来在释宪案会采取什么样的释宪的立场。司道长陆老师案件10周年，初三被害者家属加人权团体将伫咧凯道举行白玫瑰游行，诉求拒载废死的大法官。有期伫24大法官同意权踮立法院表决的进程，会搁再有一阵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王岐川补去做不分区立委，今仔日也宣誓就职，也需参加立法院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头一届会议。民进党团伫会中要求甲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是王岐川，不过这国民党是认为，因为按照技术规则开会，就无通知王岐川，双方遂发生冲突。立院的立委20抗议了后，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由黄国昌做这调委。立院也认为讲，这选举是不好的。于是以至诚恪遵宪法，效忠国家。在立法院宣誓就职，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名额由王岐川递补。过去北讲，做立委就要为韩国瑜院长就职，也被当场观察。悄悄无加做回应，王岐川所来去第一任务就是参加立法院国家基金投资不当调查委员会第一摆筹备会议。民进党团坚持要将开会成员郭建明改做王岐川，调解可能是为定出问题就去冤家。没有交办人选，因为只有推派比例，你不要在这里辩好？你们这么凹什么东西啊？是你在凹，没有人在剥夺他，欢迎他进来，但不要凹了，没有凹。过去捌做对头的王岐川甲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全程无看对方。立法院这款刑诉法实现了第一摆成立的营业调查委员会，在野党坚持行完定数，经过投票由黄国昌当选调委，按国民进党正规定数规划甲投票超过预定时间20抗议。民进党又来了，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民主进步党的委员到底是有多害怕？但事实上，在都有违宪之余。就黄国昌所提的部分，他想要调查的案件已经在司法侦办当中，或是有些案件是监察院调查当中，立法院不能够想调查就调查。在野党认为国发基金这几年一直在调钱，应该调查是不是牵涉侵占的不当利益。另外认为立法院调查权不应该无限扩大，牵涉司法调查，各法者应该请院长韩国瑜针对日后会议，各一摆召开党团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演唱会黄牛票真严重，一位歌手呢，伊互检举的，伫台北市就接到3000件，估计案的财罚金额有可能来到264万。而且检方也了解一个演唱会票贩仔，而且是头一届伫咧侦查的过程当中，甲这黄牛票交互这主办单位用原价搁再卖出去。周杰伦的歌舞点到全场，伊要举办演唱会，当初门票就开始卖，马上售了。不过检方抓到黄牛，第一摆伫专案定价进程，将扣案的门票交由主办单位，佮用原本的价钱对外卖出去。首采侦查中变价之方式，在相关演唱会截止之前，嘱托主办单位释出，并依原价再次对外贩售。事件开第一场伫侦查阶段，变价黄牛票除了无必互被告有不法利益，佮讲爱检估外卖合法买票权益，票权所得交由国库保管。伫咧县区的黄牛涉嫌用抢票定息售票，每张拢用9万块，估计佮转卖来趁钱。合法抢的票即马被释出，周杰伦3张，张惠妹2张，加上其他韩团等，总共10多张，所互买众各有希望。卖票平台发公告表示无方便透露门票的日期甲场所，佮讲到一切拢经照检方指示办理了。因讲是释出的票，竟然早就卖去啊！案子办完了，可是这演唱会日期可能也过了。但过了之后，我们国库也就只能就把这个票给它扣下来，好当个纪念或是销毁。别的票不见得就能够那么快就变卖掉的话，承办检察官可能就觉得就不需要这样嘛，反正也卖不掉，那我干嘛还要那么麻烦？
有律师分析，单门票司机价值不如检方变价黄牛票，反倒在替国库增加收入。为法律面来看，其实也会知，拢写伫刑诉法典规定内底。按过以后，若扣到黄牛票，是毋是拢比较办理？检方敢若表示，照个案来认定。能够透过公平的方式去取得演唱会票券，我们当然希望尽量有这样的可能啊。从文化部移来的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的检举案，已经超过了3000件。真济当中级别歌手要开演唱会，国内黄牛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不过新发情路年外台北市在发黄牛，目前只有27件，业者罚金将近200万。市府也推出诱因，鼓励业者用实名制换取场地优惠等，就看是毋是用打击这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巨蛋这忠孝东路4段这边的广场呢，有画自行车道。不过民众反映讲，这涂骹的泰路若准落雨，就变甲真骨。去年到单就44个人跋倒啊。脚踏车是真侪民众代步的工具，有民代表示接到真侪民众投诉，大巨蛋头前的忠孝东路4段边仔的脚踏车路真骨。敢若112年至113年，都有44个人骑车跋倒去，民众骑右摆跋倒去，飞出去2-3公尺以上，衫破几落空，脚来有嘛乌青，指甲佫长去。当时那个保全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你很幸运，在那个地方经常有人摔跤，然后起来常常是满脸的血这样子。”来到大巨蛋边啊，骑脚踏车的民众表示，泰路的载入若是落雨天，确实较会触倒滑倒。多少会啦，这种地砖还是有之前滑过，但是大部分下雨天不太会日骑车，会稍微有点就是轮子会有点打滑。上下班车流比较多，我们要闪的时候。民代提出数据表示，大巨蛋地震检验风骨数据，敢若0.73至0.74，无达到脚踏车路风骨的标准。呼吁远雄应该甲大巨蛋脚踏车路做风骨材质的改善。体育局表示，当初无规划脚踏车路，是后来才画起的，会甲远雄交工处讨论改善的方向。远雄到写稿进前是无做回应。近期呢，我们会来跟交工处、远雄做现场的会勘，改善这个防滑的措施，来去做一个探讨跟一个改善的一个讨论。另外，艺人周杰伦大巨蛋演唱会要伫12月7号举行，民代嘛点出架物柜欠缺的问题。大巨蛋周边的架物柜共92架，场馆内60架，捷运国父纪念馆站32架。以周杰伦演唱会一场37500人来算，平均400多人抢一架。衍生出像是有违规摊贩的一些问题，就把这一些行李呢全部都堆积在大马路上，这样的状况几乎都是乱象。议员建议应该增加全市公用场所架物柜的数量，伫台北通增加架物柜地图，方便民众查询。各伫架物柜点悬净色监视器，警方加强巡逻，防止变做治安的牢房。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高中生一学期会当穿3天的身心调适假，不过影响到专勤。有学生团体认为，这款的规定等于是鼓励学生追求无健康的用语，还有废除专勤奖的制度。迄若家长团体是烦恼，讲这3天的假会互摕来乱请。为减轻学生学习或者是人际相处的心理压力，教育部发布高中生身心调适假的实施注意事项，推动身心调适假，规范每一摆请假一日做单位，一学期3日为限。请假爱附家长或者是照顾者同意证明，无需要减负其他文件。请假进前爱由家长先通知学校，也规定学业成绩评量补课期间明写身心调适假，而且若请假明领专勤奖规定引起讨论。其实反而是鼓励学生追求这种不健康的荣誉，然后迫使学生在无形之中还需要在身心健康不佳的情况下去出席上课。学生团体认为，明领专勤奖的规定，因讲是鼓励学生追求无健康的证据，互专勤奖亲像健康不保障，呼吁废除专勤奖制度。不过家长团体有无同款的看法。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议把全勤奖改为勤学奖，这样是不是比较有人性，而且可以依照他请假的脉络，我们各可以做出适合他的辅导或是学习规划。因为调适假有点自主性的，所以他其实说实话，他在全勤当中的规定就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决定。就是如果不影响全勤之下，那可能也会有人滥用这些身心调适假，因为大学就有遇过这种问题。
儿童心情科医师认为，若学生因为破病压力和行为情绪专注力出现干扰，确实影响身心调适甲休困。在他的思想上、情绪上，或者说行为上，已经有很大的伤害、不稳定的一些表现，情绪啦，这种不稳定表现，但我觉得是可以给他一点点休息啦。教育部回应学生专勤认定，奖励措施属于校方自治的一部分，会传到学校适时纳入学生意见，照民主定数来订定。也伫实评一学期了后，甲老师、家长等团体研究滚动修改作业事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虽然积极发展这太空科技，不过到大拢无国家的发射场。国科会呢，伫顶礼拜伫咧台东的南田村有举办头一场的公听会，在地民众也讲，已经准备好势咯。这台东县政府今日来强调，因会尽全力来协助，争取到国家发射场。4年前，台东县大金乡南田村民间太空产业认为这是国内上好的火箭发射场，不过后来因为土地是农牧用地。迄当阵中央也未制定太空发展法，火箭发射受到阻挡。不过，即马政府推动太空发展，国科会8月份选定台东南田、甲屏东九坪2个国家发射场。顶礼拜伫南田村召开头一场的说明会，在地是表达欢迎，不过希望摕到土地方式甲使用会当尊重居民的需求。太南边了，在满洲岛可能打到菲律宾去了啊！人家会危及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只有在台东南田是最好。假设99年之后，这个地不再使用，这个地请再还给我们。在地人认为讲，国家发射场设伫南田，对西面的社区来讲，会当带来观光、文化教育甲科技发展。不过，要为九坪甲南田这2个所在建出较好的地点，还佫需要包括土地取得、甲交通等等地方配合的条件。台东县府讲会全力配合争取国家发射场设伫台东。我们的开发的可行性，当然就包括在地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些规划跟配合，那这个都需要当地的政府以及在地的乡亲，大家能够把他的意见能够提出来。只要民众愿意，民众需要，南田的部落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候选场址，成立太空中心，我们一定会请全力予以行政协助。县府表示，国家发射场是国家重要的建设，只要居民甲土地主管机关同意使用，就会当进行相关的开发。不过会尊重居民提供土地意愿，全力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3年举办一摆的儿童历史有机世界大会，今仔日伫嘉义的南华大学举办，计共有61个国家的学者甲政府代表互相交流目前有机领域的经验知识，也有创新发展。来自国外专家学者伫台顶向大家分享有机农业的知识。嘉义县大南的南华大学为12月初2开始，一直到12月初4，举办2024有机世界大会。门内有61个国家的代表做伙讨论有机农业的未来，嘛希望向国际推销台湾的有机农产品。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活动，他们能跟台湾来去签订所谓的有机同等性的协议。那日后我们的有机农产品就可以以有机的名义卖到这一些有签同等性协议的国家。农粮署表示，有机农业促进法为2019年开始实施了后，台湾有机甲优先种植的面积计共27000公顷，是非常大的进步。国内参加的学者就讲，这个世界大会3档举办1届，头一摆来到台湾，这是真难得的学习机会。那我们台湾的有机界呢，也能够呢从这个世界大会呢来获取很多的这个经验，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会有这个5个主题演讲，有18场工作坊，还有到46场的这个相关的专题演讲。那总共参与的人达到472人。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国内来讲很少有像这么盛大的一个有机农业相关的一个论坛。有学者指出，农业人口老化的状况，消费者对有机农业的认识，这拢是台湾刷落来推广有机农业爱面对的问题。南华大学表示，望透过活动的交流，唔但向国际推广台湾的有机农业，嘛希望借这个机会参考国外的方式，替台湾的有机农业找到发展的方向。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025年是台湾画家陈定波130周年的生日。陈定波是台湾美术史当中呢头一位入选到日本地点的台湾画家。为了要纪念陈定波，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甲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合作，举办找找咱的所在陈定波130特点，希望透过陈定波的800图，结合到台博馆的典藏，让大家对多位来熟悉台湾这个岛屿一片土地。
这幅图通看到玉山的积雪，嘛通看到充满金蕉丛的农村。这是台湾画家陈澄波伫1947年228事件过身进前上尾一部作品《玉山积雪》。离陈澄波出世的1895年到今已经卖130张。国立台湾博物馆特别甲陈澄波文化基金会合作办陈澄波103特展，希望让民众通透过陈澄波的话来入捌台湾。咱后代这囡仔，咱的子孙是毋是，阁有这个机会借着图的引导，去了解伫咱身躯边，除了人以外，所有万物共同生活的这个脚踏地，所以才讲要找寻咱的所在。陈澄波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也就是陈澄波的大孙陈立别，伊讲希望透过阿公这8部作品，让大家去了解咱脚踏这片土地甲历史的身世。也那文化部长嘛分享伊的感想，指出这优惠题材包括北回归线、乌条甲桂芳，有这的大自然力量，才有台湾丰富的生态。通看到陈澄波眼中充满生命力的台湾。今天的展览是用博物跟台湾的植物、台湾的生物，还有台湾的矿物，一切结合，终于看到这个陈澄波用他的画，其实画出了台湾所有真正最核心的生命力。这届陈澄波103特展会伫大博馆展出，对12月初3开始，一直到明年5月11日。大博馆和陈澄波基金会拢希望让民众透过陈澄波的画笔，重新看到台湾这片土地的自然底子，用更较远近的角度来入捌台湾。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